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火，釀成至少44死、279人失聯，當中1名消防員殉職。火勢波及7座大廈，燃燒12個鐘之後，喺凌晨逐漸受控。7座大廈唔少單位都被焚毀，有居民喺屋苑附近逗留，或者到附近嘅臨時庇護中心暫避。有義工同埋關愛隊到場派發物資。下晝2點51分，雲昌閣外牆棚架起火，消防接報到場。網上片段見到1樓棚架先起火，之後唔到10分鐘，火勢已經迅速蔓延，火種更由棚架燒至部分單位入面。警方話喺一座未被波及嘅大廈入面，發現每層電梯大堂窗外都有易燃嘅發泡膠包封，唔排除係導致火勢迅速蔓延嘅原因，所以拘捕負責大廈維修工程建築工程公司嘅2名董事同埋1名工程顧問。咁第一部分呢，就係話喺發現建築物外牆係安裝一啲保護網、防水帆布啊等等。頭先我講嗰啲，呢啲係懷疑係未符合防火嘅標準。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講發泡膠，至於係咪有規格問題，其實我哋會係去全面去調查，究竟係需唔需要去安裝呢啲發泡膠，而呢啲發泡膠嘅易燃物體會唔會導致呢個火勢猛烈去提升呢？而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，有關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嚴重疏忽，引致到今次嘅意外，亦都引致呢個火勢呢係迅速蔓延，一發不可收拾，導致一個重大嘅傷亡。翻查資料，有關棚架工程已經動工超過1年，由第1期到15期，總金額接近1億8千萬。而該法團舊年第3次全體會議提到，管理處曾收到居民投訴，有工人喺工程施工期間吸煙，話已經即時記錄同埋通知承建商跟進。今次火警係17年嚟第1宗5級大火，對上一次係釀成4人死亡嘅旺角嘉和大廈火警，而另一場造成嚴重死傷嘅5級火係1996年嘅油麻地嘉里大廈大火，造成41人死、80人傷。說在線記者黃子晴報導。